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4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，15节到16节，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，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到1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赐福。上帝呼召人是为了使人蒙福，就如同他呼召了亚伯拉罕，是为了赐福给他，并且解决他的难题。上帝的赐福应许是要赐给亚伯拉罕有土地以及后裔，这两个都是他所没有的。上帝不但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，更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福给众人。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经文这样说道：上主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故乡、亲族和你父亲的家，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我要使你多子多孙，他们要形成大国，我要赐福给你，使你大有名望，这样人要因你蒙福。赐福你的，我要赐福给他们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他。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民。离开本族、本地、父家，代表了亚伯拉罕居无定所。而他离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后代，因此上帝就呼召他，就针对他所缺乏的应许赐福给他。受呼召的司提反在面对逼迫、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，他坚定的相信，他坚持的公开见证复活的基督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世人的赐福，是福音，也是他蒙福之道。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到15节，面对众人的攻击的时候，司提反所展露出来的是一个天使的形象。司提反充满着上帝的恩赐和能力，在民间行大奇事和神迹，但是有些人反对他，这些人是所谓的自由人会堂的会员，包括从古利奈和亚历山大来的犹太人。他们和其他从基利家和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跟司提反辩论。圣灵赐下智慧给司提反，所以他们无法辩驳他所说的话。于是他们收买了一些人出来诬告他说，我们听这人说毁谤摩西和亵渎上帝的话。他们用这种方法来煽动群众、长老和经学教师。他们来找司提反，抓住他，把他带到议会去。他们所收买的假证人出来说，这个人常常说话反对我们的圣殿和摩西的法律。我们听见他说，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拆毁圣殿，要改变摩西所传给我们的一切传统。所有在议会里面坐着的人都注目看着司提反，发现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，15节到16节。上主啊，我向你寻求庇护，求你使我永不失败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求你搭救我，求你垂听我的祈求，立刻帮助我。求你做我的避难所来保护我，做我堡垒来拯救我。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
求你叫你的应许带领我，求你使我得以逃脱陷害我的罗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要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上主信实的上帝啊，你会拯救我。我永远在你的看顾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和迫害我的人。求你用慈爱待你的仆人，你有不变的爱，求你救我。感谢主赐福施恩，使我们得以领受呼召来跟随，得到主赐福的应许。求主使我们有更坚定的信心来跟随，来服侍，来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